以下呢6類被發展商暗中打折嘅樓層，我強烈建議千萬唔好放喺你嘅第一優先項。Hello， 大家好，我係 Josie。我以前喺內地嘅頭部房企負責樓盤嘅定位同埋產品定價。實話咁同大家講，喺發展商內部嘅一房一價表入面，有幾類樓層，因為有先天嘅物理硬傷，我哋定價嗰時都會主動拉低返價格。我先講清楚，今日呢條片唔係話要唱衰發展商，亦都唔係話所有特價房源都有問題。我只係想提醒返大家，買樓嗰時一定要冷靜，買貴一啲未必最可怕，最可怕嘅就係貪平買咗一套有先天硬傷，住落唔舒服，日後轉手又麻煩嘅房。我今日就以行內人嘅角度幫大家一次過拆解呢6類被暗中打折嘅硬傷樓層。第一類亦都係大家最容易忽略，甚至有啲人買咗都唔知，就係腰線層。簡單啲嚟講，腰線層就係發展商為咗外立面造型好睇，喺某幾層做出嚟突出嘅結構，喺效果圖同埋沙盤入邊未必明顯，但收咗樓之後，你會發現窗外多咗一條突出嚟嘅平台。腰線層有幾個致命嘅問題：遮擋採光同埋視野，容易積灰積落葉，雨天容易積水，甚至有滲水嘅風險。最麻煩嘅係銷售通常都唔會主動話你知呢個係腰線層，買之前一定要睇流動嘅立面圖同埋施工圖，確認返自己買嗰層窗外面有冇突出嘅裝飾線。第二類就係設備層同埋設備層嘅上下樓層。高層住宅嘅水泵房、風機房、電井、加壓設備通常都會設計喺中間嘅某個樓層。呢啲設備運行嗰時帶出嚟嘅低頻噪音同埋震動係冇辦法俾普通嘅牆體阻隔。安靜落嚟，低頻嘅嗡嗡聲同埋水泵震動會變得極其明顯。記住，設備層嘅上一層、下一層甚至隔離單位，通通都會受到影響。睇樓嗰時一定要問清楚設備房具體喺邊一層，離你嗰個單位又有幾近。第三類就係頂層啦。頂層最大嘅問題係幾年之後防水同埋隔熱，你頂唔頂得順？新樓啱啱交付嘅時候可能冇問題，但住過5年到10年，屋面防水同埋老化，夏天會唔會熱到好似蒸桑拿咁？雨季會唔會滲水？日後屋面維修物業跟進得快唔快？呢啲全部都係長期隱患。更加重要嘅係，頂層喺二手市場有天然嘅抗性，好多本地買家一聽到話頂層，第一反應就驚滲水，怕熱怕維修麻煩，日後放盤轉手都非常之被動啊。第四類就係2層，好多人會覺得2樓出入方便，萬一電梯壞咗可以行樓梯，價格又平少少，好似好適合老人家。但2層有一個最可怕嘅死角，就係下水道反水嘅風險。內地好多住宅1樓係做咗獨立排水，呢個亦都意味住2樓同埋以上嘅樓層所有嘅生活污水，全部都係通過同一根主管道排落去。一旦低層嘅管道堵塞，污水同埋污物就會順住壓力直接從2樓嘅馬桶同地漏倒灌出嚟，污水倒灌又臭又邋遢，破壞裝修地板，後期維修仲要牽涉到樓上樓下責任，極度麻煩。第5類就係1樓，特別係宣稱買樓送花園嘅1樓。花園睇落嗰時令人好心動，感覺可以飲下茶、種下花，好有退休生活嘅味道。但我建議香港買家千祈唔好衝動，因為你買花園嘅同時，亦都買埋一系列低層嘅問題。第一個就係潮濕啦。南方城市回南天同雨季，1樓嘅體感極度之潮濕。第二個就係蚊蟲多嘅問題，有花園綠化，蚊蟲自然就冇辦法避免。第三個就係私密性差，路人經過樓上望落嚟毫無私隱。第四個就係高空拋物嘅風險，樓上嘅煙頭、垃圾，1樓花園首當其衝啊！第5個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係，一般情況之下，花園
係唔會寫入到正式嘅買賣合同裏面，多數都屬於公共綠地，日後容易產生權屬嘅糾紛。第六類嘅樓層就係商鋪嘅上一層、平台層、群樓嘅上一層。睇樓嗰時佢未必有問題，但入住之後樓下嘅業態一變，生活質素即刻大打折扣。如果樓下未來租俾餐飲做宵夜，油煙、噪音、人流車流會直接影響到你嘅生活。如果樓下係花園平台或者架空層，招牌嘅燈光、平台嘅積水、空調外機嘅聲音都會直接影響到你。呢類樓層最大嘅問題就係唔確定性啦，你冇辦法控制樓下將來會租俾邊個，亦都控制唔到平台後期嘅物業維修。最後幫大家總結返，香港人返中山買樓，呢以下6類樓層唔建議放喺你嘅第一優先項。第一就係腰線層會存在遮光、積灰、積水嘅問題。第二就係設備層同埋設備層嘅上下層，低頻噪音同埋震動會影響到你嘅生活。第三就係頂層會存在漏水、隔熱同埋轉手抗性嘅問題。第四就係2層啦，呢個會存在一個下水道反水嘅風險。第五就係大花園嘅1樓，會存在一個潮濕、蚊蟲、高空拋物同埋合約風險。第六就係商鋪平台上一層。如果你最近準備返中山睇樓，手頭上有幾個樓盤戶型同埋樓層自己揸唔到主意，歡迎 WhatsApp 私信我，我會根據返你嘅預算、用途同埋退休時間逐項幫你分析。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可以喺評論區留低有用2個字，我會根據返大家嘅反饋，分享更加多得行內人先知嘅行業套路。我係 Josie，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我哋下期再見。